歡迎大家收睇大明燈，我係孫柏文。咁啊，今日咧我咧就有兩段嘅。咁呢一段咧，第一段咧，我係想講下呢一個嘅，我相信近期最吸引人嘅一項投資項目。咁我哋不如睇一睇蘋果日報點講先啦。比特幣 Bitcoin 自從攞到日本政府認證之後，連升5日嘅氣勢終於斷纜。喺琴日由2600蚊美金再上到去2700蚊美金，一度高見2799蚊美金。睇翻資料 ，Bitcoin 由今年開始已經勁升咗150%，淨係今個月都升咗80%。係啦，我今日咧就其實想講下比特幣嘅。咁大家咧都聽到話比特幣升到叭叭聲啦。咁之前嗰段都話升咗，今年都升咗150%啦。你係話哇，幾開心啊，係咪先？咁嗱，我有幾樣嘢咧，我就即係今日都想講嘅，就係即係 in fact 咧都應該可能會引嚟啲比特幣嘅嗰啲忠實粉絲攻擊我嘅。不過我諗比特幣咧就真係有幾個大盲點，所以咧就算我自己都知道比特幣嘅存在好多年，咁我亦都係一個非常之唔信政府嘅人都好咧，即係比特幣對於我嚟講都係一個我都未敢買嘅東西嚟嘅。咁係乜點解咧？嗱，比特幣咧嗰個嘅運作咧係咪就係佢有啲貨幣電子貨幣，咁你同人進行交易之後咧，你呢個幣自從佢製造咗出嚟掘出嚟之後咧，所有嘅交易都會有個 record 喺度嘅。咁呢個本身就唔係一個問題，好多人都覺得呢個係優點。咁呢個叫做 blockchain。咁你梗係話咁點樣 keep 住個 record？ 邊個 keep 住個 record 咧？咁咧就係掘比特幣嗰啲人。咁掘嘅意思咧，其實咧就只不過係啲人咧用佢哋嘅電腦，特別係佢哋嘅運算嘅產能係啦，攞俾 Bitcoin， 俾 Bitcoin 成個社區裏邊嘅所有交易進行緊嘅時候咧，就用呢啲咁樣嘅掘嘅電腦裏邊咧去做嗰個 update 嘅 record， 因為你都用電腦去 update 噶嘛，咁電腦邊度嚟嘅啫？因為呢個係一個完全冇中央系統嘅貨幣嚟噶嘛，就係靠嗰班掘銀掘金嘅人去做嘅。咁好啦，第一個盲點喺邊度咧？就係咧呢一個原本比特幣設計出嚟係一個完全係佢哋話叫做冇摩擦力 friction free 嘅貨幣啊嘛，即係全世界所有交易咧都應該係一個完全冇，即係唔需要收 commission 噶啦。咁即係講好多咁嘅嘢啦。咁第一件事我諗，如果佢真係一個唔使理政府、唔需要理疆界嘅無阻力、無摩擦力嘅貨幣，咁點解頭先嗰啲報價咧唔可以作準㗎？因為呢個世界係冇單一嘅比特幣報價。比特幣咧就好似石油啊，唔好石油嘅 bad 差啲啦。例如話係一個即係天然氣啊，嗱，天然氣係一個大家都知係甲烷啦 ，right？ 咁都係同一樣嘢，所有地方嘅天然氣都係同一樣嘅。不過個買家同賣家咧就可以差天動地嘅，即係日本就可能賣20蚊美金100萬 BTU 值嘅天然氣，不過喺美國就可能只係賣緊3蚊美金嘅啫。咁你梗係話咁天然氣氣體呢樣嘢，你好難將喺氣體喺美國運過去日本賣，所以先至個差價咁大啊嘛，係咪？同意。不過比特幣唔係撳個掣已經咗去嘅咩？咁所以點解會有咁大量嘅差價？呢個我諗係我想第一個問嘅問題。咁好啦，咁你梗係話咁點解有咁多差價咧？咁當然咧就因為唔同嘅交易平台咧，將會出現唔同嘅價錢，而交易平台與交易平台之間都有分別。我哋不如睇一睇一個2015年嘅香港新聞先啦。人稱科華姐嘅佢係MyCoinHK嘅高層嚟。尋日朝就喺北角對開海面嘅賭船上面被捕。查實上個月頭 MyCoinHK 倒閉咗之後，已經有超過50個受害人報案，涉款7400萬，實際損失大約5200萬㗎。嗱，呢段新聞咧就講一個香港交易平台喺2015年嘅時候咧突然倒閉，咁幕後啲高層可能撻咗啲錢走啦。咁呢一個咧亦都係我自己本人咧唔買比特幣嘅最主要原因嚟㗎啦。最大嘅原因就係因為，我除非 keep 咗喺我自己嗰度，即係有個方法 mark 低成個 coin
即係有個方法係 mark 低嘅。咁有啲人甚至喺 mark 低張紙裏邊咧，擺嗰張紙喺嗰個夾萬裏邊添嘅，跟住揼爛咗所有買賣呢一個比特幣嘅硬件同埋電腦，等完全 trace 唔到嘅。OK 係有呢種方法嘅。不過如果你係話好似股票咁，喂，股票我可以攞出嚟啫，不過我啲掛單擺喺某個地方度，擺喺我 book 卡度，當我要放出去嘅時候有得放啊嘛。咁呢交易平台基本上咧就係好似港交所做埋呢一個股票全倉咁樣啦。咁點突然間噗一聲冇咗喎？咁其實講真，香港呢一單嘢咧都已經唔係第一單噶啦，即係世界各地每一次睇翻 Bitcoin 嘅價錢走勢圖咧，即係由0.00幾仙升到而家2000幾蚊美金一個 Bitcoin 咧，其實途中每一次大跌咧，最主要原因都係因為當時最大最響嘅交易平台突然倒閉。咁啊，以呢一個嘅當時日本 Mt. Gox MT.GOX 咁啊，最為呢一個嘅誇張，嗰陣時應該係唔多成1000蚊啊，一嘢打翻落去200幾蚊，跟住低沉咗成年幾兩年嘅。咁呢一個咧，因為我自己本身嘅技術科技技術唔夠 ，Bitcoin 始終都係一個，如果你 fail 科技技術唔夠，你係要信一個人幫你 keep 住。咁如果你根本就係覺得呢一個 Bitcoin 係一個悲劇式嘅嘢，我買翻嚟揸住嘅話，我諗住等過世嘅話，咁你嗰個人就都可以等過世嘅咯喎。咁所以咧，呢個基本上咧就係即係我自己本人唔買 Bitcoin 嘅第一個原因。咁第二個原因就係咁點解咁多交易平台，就算假設佢哋安全都好，價錢上嘅分別咁大咧？咁講真，其實咧嗱，特別係舊年咧 Bitcoin 咧最主要，因為根據經濟學理論咧，當一樣嘢攞嚟攞去嘅時候係冇成本咧，咁佢哋一定會側晒去一個流通量最大嘅地方去買，因為買賣噶嘛，因為沽出嚟嘅人可以攞到最高嘅價，而買嗰個人亦都可以攞到最低嘅價，因為個差價細啊嘛。咁好啦。如果你係話所有 Bitcoin 都係可以咁樣自由走嚟走去嘅話，應該就冇呢一個套戥機會，全部即時側殺落去成交量最大嘅地方啦。咁點知道咧？舊年咧成交量最大嘅地方咧，就是我們中國大陸嘅中華人民共和國裡面，因為走資啊嘛，揾啲地方拍啲錢啊嘛。咁啊，當時咧喺2016年嘅時候咧 ，Bitcoin 喺大陸嘅成交量咧係佔全球成交量咧90%幾嘅。咁點知道國家突然間一聲 no，sorry， 國家突然間一聲不可以，咁啊所有停止買賣喎。咁啊因為咧嗱，國家用咗啲好簡單，全世界都要做嘅嘢就係，我哋呢個交易平台知唔知道你嘅客戶攞啲錢嚟，你嘅客戶係乜水啊？即係咧我哋香港人咧，特別係啲做銀行銷售嘅朋友咧，都應該好清楚叫 KYC， 即係 Know Your Client， 究竟你識唔識你嘅客邊乜水？咁喺咁嘅情況之下，突然間咧。呢個就係比特幣嘅第二個盲點啦，就突然間咧落閘喺比特幣同埋真實貨幣中間嗰個交易嗰度咧，話唔俾。咁好啦，你話，咦，我諗住揸過世喎，嗱，你揸過世就冇問題嘅。不過如果你係話我係一個想經常買賣 Bitcoin 而褪翻出嚟做港幣，褪翻出嚟做人民幣，褪翻出嚟做美金嘅人咧，我講俾你知道，只要做呢個 action 而牽涉到普通嘅銀行系統嘅話咧，基本上呢一樣嘢咧，都可以俾人截胡嘅，而雖然日本話咩受認證，呢啲認證可以隨便攞翻嘅嘛，只要揩到銀行系統，你係出事噶啦。咁所以咧，當你除非你真係諗住用 Bitcoin， 即係用嘅意思係唔係買完之後擺喺度喎，而真係走去買 pizza 你都用 Bitcoin 喎。如果唔係嘅話，而對方都肯受你喎。如果唔係嘅話，你只要一換翻做普通貨幣咧，你就企喺度啦。咁基本上而家大陸就證明咗呢樣嘢。咁啊，大陸之前收晒啲人啲錢，嗰啲平台收晒啲人啲錢進行買賣之後，突然間政府話唔俾啲人提款，亦都唔俾啲人攞啲 Bitcoin 走，咁你就企喺度啊！因為就算你嘅 Bitcoin 可以攞走，政府捉唔到你嘅 Bitcoin，不過政府可以捉晒嗰啲 run 平台嘅人啊嘛，係咪？咁你咪一樣企喺度。所以咧嗱，除非你科技上好叻。即係識玩電腦玩得好精湛。第二件事咧就係你亦都係真係用 Bitcoin 或者揸過世嘅話咧，咁我建議都係唔好買 Bitcoin。我自己都係經過呢一樣嘢，諗過呢樣嘢，所以我自己本身都有啲 Bitcoin 嘅生意 ideas 嘅。因為如果政府今日完全 trace 唔到嘅話，咁我不如喺 Bitcoin 收下波籃啊，收下馬籃啊，係咪先？所有嘢喺雲端裏邊。你 check 都 check 唔到啦，係咪先？
係啊，我都唔知我俾一啲 business idea 各位觀眾添。多謝大家收睇。